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來》，我阿明哥劉浩明。今日我哋福起來嘅來賓吼，係啲我哋血液腫瘤科嘅我哋獸醫師嚟到現場，而我哋分享講，其實我哋底背吼有幾多嘅事情，我哋平常冇發現哦，但是等發現到嘅時間，可能如已經對我哋身體產生幾大問題，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獸醫師一定是人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來自苗栗嘅小雨婷。今日各位分享我哋先上到嗰個現場，因為頭先我哋已經有講到講，其實我哋有幾多嘅，今日有幾多病症啊，有幾個癌症以內，但是今日唔知佢來代表係我哋血液腫瘤科嘛，哈，但是中馬會有血液腫瘤科也科片哦。血液腫瘤科的話，就是大家可能要先把它分成血液科跟腫瘤科。那因為過去就是本來血液科跟腫瘤科它應該是分開的兩個就是專門領域。那就是現在的話，因為就是有些醫院它可能沒有單獨的，就是專門看血液或者單獨看腫瘤的醫師，那所以通常這兩個科會混在一起，就是說合併在一起。那腫瘤科比較好理解，就是基本上就是我們說的癌症，那就是所謂的這個就是壞細胞，或者說就是一些就良性的腫瘤無法處理，那基本上就會來我們腫瘤科。那血液科的話比較特別，那它是跟血液相關的疾病，也就是說是骨髓跟造血相關的疾病。那比如說大家常見就是血癌，雖然血癌也是一種惡性，但是它是來自於血液系統的癌症，所以那這樣的話它是歸血液科管。然後再來就是大家可能有聽過的淋巴癌，那就是說就是從淋巴這個淋巴系統來的壞細胞，那就是會歸就是血液科管，主要是這樣子。那所以就是血液腫瘤科就是基本上就是分這些大類，但不過整體來講，就是常見的基本上都會是一些就是惡性的疾病，就會來我們血液腫瘤科。我一直以為啦哈，譬如講我講肺癌，好肺癌、肺癌，它應該是屬於胸腔科啊，胃癌是屬於腸胃科，不是這樣分嗎？其實在過去就是早期來說，就是所有的癌症都是歸就是血液腫瘤科管啦。但是因為就是大概可能40-50年前開始有了化療的發展之後，那就是有些科別就是開始它有專科性之外，它又可以同時治療癌症，因為在有化療之前，就是癌症是幾乎沒辦法治療的。那所以就是說，可能講難聽，就是其實是有點等時間，就是我們是支持性療法，想辦法讓它撐久一點，但是其實沒有什麼治療跟逆轉的方法。那所以就是有了化療之後，那接着就可以就是有逆轉的機會。那就是某些科別，它可能在那個專科之下，或者那個就是那個局部的問題之下，它可以先有一些治療，那所以就外科系有切除的方法。那如果內科系，比如說像肺癌，那可能就有一部分會是歸胸腔科管。那目前在台灣來講的話，這個是看醫院的文化跟習慣，就是說有的醫院，比如說它肺癌，有的是歸胸腔科為主流，有的就是在可能比如說台大可能會是就是腫瘤科為主流這樣子。告訴大家講，每一啲醫院呢有伊自家嘅做法啦，哈。但是問題係講，一般人嚟講法啦，哈，咁以自家嘅血液腫瘤科地方，以可能會看到哪一些症狀來說，他可能你就會覺得說他可能要去注意了呢？如果症狀來說的話，通常就是那個先吃東西，就是食慾跟體重，就是吃東西就覺得就是明明就好像身體狀況好還好，可是就沒什麼想吃東西，食慾是下降。那再來就是說容易就是疲勞，或者說明明都正常吃、正常活動，沒什麼特別的事情，沒有特別減重，可是體重越來越輕這樣子。那再來的話就是說，有些地方莫名其妙會出血，比如說嘴巴會流血、牙齒會流血，或者說這個女生會陰部會流血，過了這個月經期，就是說停經之後，還是下面會一陣一陣會流血。那再來就是說，有些血液科相關的就是壞細胞癌症的話，那它就是會影響你的抵抗力，那所以就是可能會持續很久，這個一直都是有感冒的症狀，一直沒有好。那再來的話就是消化系統的話，就是比如肚子不舒服，或者說上廁所，以前沒有便秘，但是就這段時間便秘越來越嚴重，或者是會水便就拉肚子這樣子。那這幾個就是症狀，也就是說它持續又越來越嚴重的話，可能需要就是大家開始來注意。怎麼去判斷它是屬於那種我們說徵兆，還是說其實它本來就是一些身體上的一個自然表現？所以這個基本上還是在回歸，就是它原本的狀態。就是說，如果它一直都這樣，然後也沒有變化，那我們就通常比較不會擔心。那但是如果它是最近，比如說最近這半年、1年才有，然後又越來越嚴重，一直沒有好，就是沒有好的時間，那這樣的話會比較就是擔心，因為就是大家可以先有個概念，就是說
癌症就是坏细胞，它是不会自己好，通常没有做特别的治疗是不会自己逆转回去的。那所以那个如果有症状，那它又持续越来越严重的话，那基本上我们就会比较担心。那如果它自己会好，比如说这段时间这样，下个礼拜它就好了。那这样通常就比较不可能是恶性的疾病，因为它就等于说它会自己变好，比如说哪里肿起来，或者说这礼拜便秘啊，下礼拜自己就突然就完全又恢复跟以前一样正常。比如说像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哦，我最近减重了，减轻的很好对不对？他就不会去注意这种事情啊。那我怎么去知道说我这是掉体重其实是不健康的？这样状况还是会回归他吃的东西，就是说他是不是有很刻意的在减，因为有刻意在减，那这样当然就是会继续嘛。那再来就是说，那减的这个速度有没有很奇怪？比如说通常我们会说，比如说半年5%、15%这样子，那就如果你有这刻意在减的话，那就先暂停，就是先回到就原本你正常饮食的这个状态，那看是不是这个状况就消失，就是说就持平在那边。因为它越来越严重，那吸收渐渐有问题，或者是这个坏细胞消耗的越多，那这样它的体重下降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那所以就人会明显的消瘦。等于如果各种有关于干皮的话，如真是如各种也要干皮的速度，迄正常的其实都蛮推票係好的。我如果各种也要体重还是紧跌下來，如果想講，係咪要先把人干皮變下，然後看體重會貴起嘛，然後各種會貴起的話，你表示說算蠻正常的，冇貴起的話可能都問題的。但是我聽呢問題就講，像有的會癌症啊，有人講有些癌症它發現的時候就已經太晚了，那怎麼辦？就接着可能就要來我們血液腫瘤科，因為通常我們要先看是哪裡來的壞細胞，就是哪裡來的癌症。那因為有的癌症它轉移是確實就完全沒有辦法就是開刀，那就一定得就是比如說全身性的治療，其實就是說化療啊、免疫標靶這些。那基本上這就是我們就是血液腫瘤科主要負責的地方。那但是有的少數癌症它有一些特別的治療，比如說荷爾蒙相關的治療，那可以控制，那所以還不一定要做化療。那所以這個要看是從哪裡跑出來的，所以我們最重要的是先了解就是它的起源在哪裡，然後才能去就是選擇藥物這樣。因為其實人家我哋政府都希望講，我哋50歲以後、50歲以後，就是其實我們都會有一個免費做全身體檢的一個給費嘛，哈。咁你這個作為的醫生來講法，你覺得50歲以後做就可以了嗎？其實我們現在就是健保來說的話，其實蠻多都是40、45歲就可以開始做，然後就是大部分都是2年一次啊，那女生那個比較年輕就是的情況是年輕是3年啊，然後如果是45歲以後是就是每年可以一次，就是說子宮頸癌，就我們現在健保的就是癌症篩檢的話，就是子宮頸癌、大腸癌，然後那個乳癌跟口腔癌，那最近這1-2年還有這個肺癌。那這5個癌的篩檢，基本上大部分的這個就是地區域級的這個醫院應該都有得做。那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盡量使用這些資源啦。可是有的人會講，我又唔會痛啊，我把它做啊。那因為就是很多癌症一開始就真的是沒有症狀，就比如說它長在肝或肺臟裡面，它一顆可能2-3公分以內，那其實真的是完全沒有症狀。那所以我們篩檢就是為了要更提早的發現，就是說在它沒有症狀，或者說它沒有影響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盡量把它解決掉。那就是比如說開刀啊，種種的方法。那這就是癌症篩檢的目的所在。那所以就是大家可能會覺得說，就是好像真的沒什麼症狀啊，或者說就是好像有一點篩就出來了，然後就是我平常都厚啊，結果一做一個篩檢，因為講哎呀，又上一點，往1公分啊，往一大腸又有息肉啊，一樣東西，越篩越害怕。是，就會有一點想要逃避的這個心理。對，那做醫師人員，我用我去鼓勵大家去做這個事情。就是篩檢的角度來講，第一就是說預防嘛，或者說就是可以及早發現，因為癌症第一就是說，如果它來是早期，但開個刀，開個小刀可能就解決了。那可是如果它已經，比如說轉移，就是大家都聽到說癌症的末期，就是說轉移出去了之後，那治療就很困難。那再來就是說，轉移出去之後，它想要完全好的可能性就很低。
那所以也就是说它预后会不好。那预后不好就是大家可能这个电影啊或者连续剧常看到，就是说哦这个是癌症已经是末期了，可能只剩下1年，因为大部分常见的这几种癌症，比如胃癌、乳癌、这个肝癌这些常见的呢，就在标准治疗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大概1年多啦，就是说这个存活的中位数，大家可以想成有点像类似平均值，就是有一半的人是撑不到1年多的。那所以回过头来，就是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今天你如果生命只剩下1年，那有一个方法，或者说你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可以就是延长你的寿命。那比如说，如果你是癌症末期，可能就是剩1年多，那你可能要花很多的钱去用比较好的药，或者说就是你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法可以延长这个寿命。那如果你说你1年你愿意花多少时间或金钱来就是延长这个寿命的话，那回过头来看，你做健康检查，就是一赚可能就会是好几年、好几十年的这个寿命，或者说一省就是省下就是几十几百万的钱，那就是及早发现，只要切掉，就可以解决接下来发生的这些转移后的问题嘛。那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健保或者说我们现在这个癌症相关的医疗在推广这个就是这个筛检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节省大家的资源跟就是更好的就是等于说全民的这个预后。头头安的小意思讲，我其实我有感觉到几层面的感触了哈，因为其实可能多最嘛事情发生的时间，唔能来 healthy 讲啊，当初做忙嘅咪做筛检，而且其实筛检对我哋而家同埋医疗体内来讲法，而且伊哋有资源可以去提供去做一啲发生即家嘅伊哋身体上面的伊啲事情，嗰時其實我哋小意思有講嘅。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其实係最省錢、最省時間嘅。休息下，我哋下一段節目為嗰度國際賽故事。翻過來，復起來。所以這麼我哋血液腫瘤科嘅時候，以前先生嚟到現場同我分享講，哪樣我亦發現講，即個身體冇同樣嘅。但是我想問一下先生，因為家種講，我哋真實有一日感覺到我哋即個已經應該講確診嘅啦，嚇確定已經得到癌症嘅，我哋用樣嘅心情去面對呀。主要應該要讓大家先鎮定啊，就是說，因為確診是第一時間，就是說切片出來，然後已經知道它是壞的。那當然壞了之後，我們要知道，就是那它範圍在哪裡，比如說它從哪裡來，範圍在哪裡，分期第幾期，那再來可以選。因為有的範圍，如果它雖然好像有點跑出來，可是它還在一定的範圍內的話，那還是有機會可以開刀切除。比如說它做一些電療或化療，就是說放射線治療或化療，那它有機會可以稍微縮小，那所以它還是有機會可以開下來。所以不是說只要有任何一點的轉移，就都沒辦法開刀。那第二個就是說，有些就是真的已經就是遠端轉移，就是轉到比較遠的地方，那確定是不能開刀的。那接下來就是說要討論，這個化療啊，或者說這個標靶、免疫等等治療。那這也還需要一段時間，就是做檢測，就是說這個切下來的這個壞細胞，就是說癌症的這個病理切片，我們還需要去做一些檢驗，就是說驗出來它有沒有對應的標靶藥，或者說免疫治療可不可以使用，有沒有機會有效。那所以這個其實也還有一段時間才會真的進入治療。那所以其實這段時間中間就是大家都要先保持鎮定，然後先配合這個檢查跟這些檢測，那然後再來選擇治療的時候，就是可以討論，因為這接下來會有蠻多就是跟這個經濟跟這個生理狀況有關的這個需求，需要來就是磨合。因為你這個按你講了講法，其實你算是佢專業會把所有的程序很專業都講完了嘛。好，因為你的可能提供一替的結果時間，對你來講，哦，你們還知道說我們要先確定位置啦，然後就確定有沒有轉移。可是對一個病患來說，他大概已經腦補了。確實就是當然這是一個很不好的消息，但是因為有的情況下，其實它還有機會就是治療好一段時間，或者說甚至有機會逆轉。比如說像剛剛說的，那開刀，那其實是有機會完全好的、啊。那再來就是說，就是有的治療它有機會有效的話，有機會一直有效下去，那它就變成像慢性病一樣，其實沒有必要這麼恐慌。那當然最後還是有這麼一部分的人是真的會是有很不好的預後，那就變成說接下來就是
那他可以想清楚之后再来做选择。那就当然就是也先安慰病人说，那我们先把就是能做的事情先做完。那搞不好会过关也说不定啊。在这个治疗下去之前有没有效，也还不肯定嘛。我在想讲，血液肿瘤科要不要跟身心科给他做一个两个科别的一个是互相支援？其实我相信各位都会偏免糖豆，这个好就大概说啊，发现你身上有癌细胞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大概就是这样沉下去吧。可以，就是其实我们基本上都有跟固定的就是身心科医师合作，其实就我们叫这个叫肿瘤心理学。那所以有固定的就是等于说团队，就是说这个身心科医师还有心理师。的肿瘤心理师，那就是甚至是病人的家属也会需要就是这个咨询或者说这个帮助。那这个是我们虽然所谓这个全人医疗的一部分，就是说不止病人的情绪跟生理啊，还有就是家属的生活，还有就是情绪要照顾到。刚按你来讲吧，譬如讲他现在去做了一个检查，结果发现说有一点比较可疑的部分。那在还没有病理的报告出来之前，你们会怎么去跟？你可以说你们会怎么去让家属或者是病人去理解说接下来的整个过程大概会怎么样？你会有一个 SOP 吗？还是说他就是见招拆招，看今天程度走到哪里，在说什么样的，在做怎样的解释吗？对，就是应该还是现在见招拆招为主，但是因为有几个常见的地方，就是说它前面的起点啊有比较。就是几个常见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的肺部就分偏外侧、偏内侧。那分别其实它有几个特定的检查，比如说这个断层引导式的切片，或者是支气管镜的这个切片，分别就是有几个常见的方法可以去取得这个切片的简体。那所以分别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那它有没有机会就是获得这个简体？其实是有一些等于说。常见的套路啦，就是说虽然说是见招拆招，因为每个人来的位置一定是不一样，那但是有几个常见就是类似的位置，还有就类似的做法可以就是解决，那所以就是那这个型，那我们就会用这一套方法去解释或者说就是说明，那然后再来接下来就是说那这个切片结果出来是什么，那才会有后面的，因为这个同一个区，比如说肺部这个切下来不一定是肺癌，有可能是别的地方转移来。或者它是一些特殊的癌症，那就是治疗也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也要等切片出来才能够就是讲下一步，所以是一个段一个段落这样子。其实高中讲，你这个检查出来可能有点癌症，但是且没严重，因为其实没看到癌症，以及改为治疗方式，同时也会古业过程底部其实嘛会没看用。那你有没有那种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个陪伴的过程？就是我的话，就是因为我奶奶。是肺癌过世的，那就是那时候基本上就是奶奶她是这个肺部的这个气管这边来的肺癌，那然后那时候已经发现的时候已经向外扩散，已经没办法开刀，那所以就是最后稍微做一些治疗之后，因为体力的关系，就是会走这个安宁缓和嘛，就是说就是接着就是以止痛跟症状控制为主，那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在读这个医学系，大概是2年级左右，那就是有一次因为。中间癌症的关系就会陆陆续续就会反反复复需要住院啊，因为会痛起来，或者说有这个并发感染，那就会反反复复会需要住院。那就是住院有一次我去看奶奶的时候，那时候已经蛮接近后面，就是最后那一段时间了，就是大部分的时间几乎都在医院。那奶奶她因为这个转移到这个右边的这个肺的这个肋膜跟这个肩膀这跟脖子这边，所以他这个手一直都必须要就是保持一个姿势。那所以他去的时候大概都是卧坐或者是像这样子坐着，后面垫着一个东西。那就是我跟奶奶就是简单的聊完天要离开的时候，奶奶就突然跟我说：“那个雨婷啊，这个要好好读书啊，这个要考医学系，这样子以后这个工作才有着落。”那我跟奶奶说，因为一开始我也是愣住，不太懂奶奶在问什么。我跟奶奶说，我都已经医学系2年级，我已经都考上2年了，读到2年级了。然后奶奶就也一时也愣住，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竟然已经考上医学系了吗？这种表情。那就是因为我们癌症到最后，它生理的状况会渐渐让它有一些退化的比较快。那所以就是说，他的记忆就是渐渐的已经忘记了，就是比较近的事情他就已经忘记了。所以从那时候我才了解到说，就是确实这个生理的这个变化会影响，就是他比如说记忆啊，或者是甚至性格。那就是说这样的话，
从那个时间点开始才真的比较有体悟，那时候还没有进医院嘛，就是那时候还在读书，就是还在学术上的这个学习，那就是临床上来讲，就是说这是一个几乎必然的走向，那当然就是很难过，那所以这个就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奶奶就是真的忘记了，她忘记了一些就是这几年发生的事情这样子。跟一般来讲的话，譬如讲我们在好，今天我们也已经确定罹癌了，然后也是开始接受治疗了。那在治疗期中，一般的病患来说，他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治疗的时候嘛，那这样子的话，就是首先要先看他的治疗是哪种类型。那比如说我们比较常遇到或者大家比较担心的都是化疗跟电疗，就是说放射线治疗嘛。那化疗的话，通常来讲就是最常见的其实就是肠胃道，就比如说就是恶心、呕吐、肚子不舒服、全身没力气、吃不下。等下再来就是掉血球，或者说就是我们说掉白血球、掉红血球，那就会抵抗力会有问题，容易被感染。那所以就是不能去人多的地方。那再来就是掉红血球、血小板的话，红血球的话就是会喘、没有力气，那就是其实我们当然看都会验血来看需不需要输血。血小板的话就是看手脚有没有这个黑青，或者说这个就是小红点，就是说这个是出血的现象，那就要来验看是不是太低，我们也可以输血。那吃喝这个部分比较困难一点，因为就是大部分我们除了会给一些就是止吐，就是说消化相关的药物之外，那可能还会给一点点类固醇或者说促进食欲的药来缓解这个问题。那再来就是说，有些人他其实会有一些这个手脚啊，就是说这个神经学的变化，这个是化疗有些会造成的，那会造成他拿东西会不稳定，或者说就是比如说拿东西会掉下来。那再来就是说走路容易跌倒，比如说脚底会觉得怪怪的，好像没有踩到地，那就比较容易跌倒。所以老人家我们特别担心他跌倒，因为跌倒反而他这个一个腰部的这个重大的这个伤害，反而造成他卧床或者是生理状况这个急转直下，反而是大宗。那所以就是这几个部分可能比较常见，会需要大家去注意。可是等于讲，其实你在治疗过程里边，其实嘛有几多事情要注意。像头讲的，因为他的食欲不好，然后某人讲，以后会感觉到疼痛，甚至就是说老人家其实是怕跌倒。那食欲不好那部分怎么办？就是说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促进食欲的事情，那家属可以做什么？那的话，其实是以鼓励为主啦。通常我们因为在做治疗当中，或者说甚至说有并发感染，或者说坏细胞在身上本身，它其实是食欲不好，但它其实是可以咬、可以吞。那所以我们就是说，尽量要吃到足量。以前你吃多少，那现在就尽量吃到那个量。只要你吞可以吃下去，肚子不会不舒服，那就尽量维持那个量。那当然这是需要鼓励的，因为就是食欲的话，不管怎么样，在这个阶段几乎不太可能太好。所以我们就是都会怕，就是吃的不够多，那就是能在可行范围内尽量塞。那如果真的不行，那就看病人喜欢吃什么。像我常说，就是你如果喜欢吃炸鸡或披萨，那你就去吃，因为在我们这个阶段没有在怕吃太多的，都是吃太少。那所以你想吃什么就吃就对了，就尽量吃。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买这个我们说这个桉树啊、亚培桉树，或者是这个益力壮这个补体素。这些的话，就是它大概的设计大部分都是2罐1餐呐，所以我就说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说，有吃东西那就配1罐，没吃东西那就是2罐抵1餐，这样子比较简单，容易去遵从。那所以还是以量为主。就是说至少自己可以透过一些营养品，把一些该吸收的营养去补回来。是。可是其实遇到问题的时间，唔单止讲要停顿医生的话，慢慢的去帮自己身体变好，同时自己嘛要努力，帮自己可以慢慢的把身体变得更好一点情形。休息一下，我哋喺度节目外嗰度过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所以節目落嚟呢，血液腫瘤科嘅蕭依婷先生同我哋分享講，各種唔確診嘅時節，怎樣去面對一啲癌症嘅治療。我想問一下先生因為其實我哋講，而家喺醫大嘛但是我想問一下講，譬如講，而家南部癌症來講嘅話癌症有南部同北部嘅一個差別嗎？癌症有沒有南部跟北部的一個差別？有，就是
主要是跟生活习惯有关嘛，因为其实我们就是有几个很重要的癌症容易发生的因子，就是这个抽烟、喝酒、吃槟榔。所以如果这个区它这个你说生活习惯，这个比如说就是有做工比较多的人，他们就是喝酒嘛，很多会在工地会喝那个药酒啊，或者说就是他这个就是年龄或者说这个工作的形态，很常会抽烟的。那这个就一定几率就会比较高。好，一般来讲说，喝酒这个行为来说，它可能会引发的一些癌症类型有哪些啊？主要就是头颈癌，然后食道癌跟肝癌，因为基本上喝酒会影响肝脏，肝脏坏掉，基本上接下来就是变成坏细胞的可能性是上升的。嘿，肝癌可以想象，为什么会跟头颈癌有关系？就等于说是这边的刺激啦。那其实就是这边。就是长期以来，如酒精类的东西对它刺激。对啊，不过当然抽烟跟吃槟榔影响还是比较大。跟胃癌呢，胃癌呢，它可能会跟什么样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就应该还是跟喝酒跟抽烟。就胃的话，它是喝酒跟抽烟会有关系。哦，可是等于讲，怪不得我们的卫生署医生叫我们戒烟戒酒。对，就是变相讲是预防的一环。你把这个两个归冲烟会一点原因。好，假如讲你这个某些食盐、某些过量的饮酒啦，哈，我都冇讲食酒，过量的饮酒来讲吧，你等于如果把很多的危险的一个因子就已经把它拿掉了。是，哦，还按你意思，咁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你睇下血液肿瘤根本会救嘛，好，那你多少时候会看到那些生死两隔的一些情形，那。从一刚开始当医师到现在，心情上的转变，我先问你怎么去调试？调试的话，其实就坦然的面对吧。其实应该整体来讲，因为我蛮早就立定就是要走血液肿瘤科的志向，那就是心理上来讲，就是准备算比较充足，就是打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因为血肿科是一个进步这个。可进步空间比较大的，因为终究就像刚刚说的，有这个转移的癌症到某个点以后，它的预后就是很差，那治疗是效果有些是真的很有限，那所以就预期来说就知道，就是有蛮多病人他可能是没办法撑得太久。调试上来说，就是比如说自己这个看看电影，这个跟家人活动聊聊天，出去外面走走这样种，那就是整体来说，因为。我认为就是在行医的过程中，其实真的痛苦的还是病人跟病人的家属啦。其实我觉得医师来讲，就是看久了之后，其实是有点习惯了，就是痛苦并不在我们身上。当然我们会尽力去帮助病人，那然后就是不停的思考说，那怎么样可以就是帮助到病人，或者说怎么样可以更进一步，就是让他再撑得久一点，或者是舒适一点。那对你来讲。这个会影响到你对生命的价值的看法吗？就是应该是会，因为就是说有些事情会突然发生啊，就是时间是真的很珍贵，因为有时候突然确定这件事情以后，可能你剩的时间也许没有很多，那就是你的就是平常的这个时间是真的蛮珍贵的，就是要珍惜。当下跟就是家人相处的这时间，有时候就是也许今年没有怎么样，而明年可能就完全的不一样，就是有些事情是来得很突然。就变成讲，这个会提供其实活在当下了，就其实应该同你呢，同这个家人啊朋友的关系，其实才是最重要。因为可能一旦没有了生命，其实你有多少钱，有多少钱也带不走了。是啊，刚。好，我们讲点比较快乐一点的好了。好来，回到我的基本的主题来讲啊，好，譬如讲好了，我的一般人来讲，日常的健康习惯，你会有哪些建议？就是先戒掉抽烟、喝酒、吃槟榔。抽烟喝酒好，那当然就是生活来讲，保持愉悦的心情心情要愉悦，不要一直看盘。对，如果这个一直起起伏伏啊，或者睡不好，那当然就是生活就是受到影响。那这些抵抗力种就一定会受到影响。那再来的话，就是有一些生活上来讲，应该跟工作有关的，就是刚刚提到，就是这些如果你会接触到一些特别的化学药剂，比如说有人他是这个务农，或者说他一些化工相关领域的，
那再来说就是有这放射线，会有些工业它可能会用到，或者它的检测需要用到放射线，那这个就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职业安全，要做好这些防护跟隔离，那最大幅度可以减少这些问题。可是第一的真的是戒烟戒酒啦，不要能不接触就不接触哈，莫食烟，莫食酒哈，莫那个适量的酒，好，那假如说我已经是10年的老烟枪，我现在戒还来得及吗？有，任何时候戒都有帮助。可是莫讲已经虽然是10年了，啊，无救的无，其实医生有讲啊，更加马上戒其实都最好啦，至少把一下危险的一个因子把它去除掉。多少嘛还好，然后听你行不行啊归后是，甚至就算你已经得了，你那个时候开始戒，复发的机会也会比较低，所以任何时候戒都一定会有帮助。然后我有啲问题就讲，因为头头有讲到讲，其实每一啲癌症有一啲譬如讲有转移冇转移，甚至讲有确定有适合的标靶，标靶这个件事情，嘿。每一啲癌症都有标靶药物吗？没有，不一定，就是有些癌症有，有些癌症是没有的，所以这就造就了就是可不可以有其他选择的癌症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最常听到的会有标靶的，可能是就是肺癌，再来是肝癌。那大肠癌，比如说它有标靶，可是它其实是都跟化疗一起并用，所以就没办法说只用标靶就不用化疗。那它是用就是它2选1，那它就有2、3种就是常用的标靶会一起使用，会比单用化疗来得好。这样子，那这是并不是所有的癌症都有标靶药可以。那更加标靶药物的话，有健保给付吗？有些有，有些没有。那所以通常就是有适合的，那然后就是它证据力比较就是强，或者说它的这个行之有年，就比较确定它的疗效的，那就是有些健保会给付，那所以就需要去对这个健保的这个条文，也就是说，就是你要验怎么样，符合怎么样的条件才能够申請這樣。咁頭當有件講，譬如講我哋一般在審判地位後，當然有鹽啦、酒啦，後可以唔食都唔食，然後老同心情愛好，然後佢運動那部分呢，運動這部分對於算是我們減少罹癌的一個風險性有沒有幫助？有，因為會增加抵抗力。然後就是會減少一些種種的併發症，可是會受傷啊，會跌倒啊。但是當然年紀大的可能就不能這麼高強度啊，但是就是保持就是好的這個身體狀態，就是第一是罹癌理論上這樣子的話就可能性是下降，第二是就算罹癌這樣子的話體能也比較好用，就是這個本錢可以選擇治療。可是從這個做血液腫瘤科的醫師做到現在來說的話，有沒有假如說今天我有一句話要給我們的病患，你會選擇怎樣的一句話？我們2句話好了，一個是給還沒有患病的或健康的人，好，一個是我們先給健康的人哈，來，健康的人的話，那就是要鼓勵大家就是照着時間去做健康檢查，或者說這個癌症的篩檢，那這樣子可以最大幅度就是減少就是這個不必要的這個醫療的開銷或者說危險。那如果對就是已經罹癌的就是患者來說，那當然就是我也只能說鼓勵就是大家配合這個西醫的治療，那這樣的話，也許有機會就是可以就是多撐一段時間，或者說也許有些心願可以在這個時間內可以有機會完成。其實當初講你，因為你很早就決定要去走血液腫瘤科嘛，是為什麼？那就是因為我希望第一個，我希望能夠活久一點，所以高中的時候，那就是當時這個幹細胞的這個研究蠻紅的，所以就是希望能夠就是朝着這個幹細胞的方向研究的話，那個血液腫瘤科是最接近，因為癌細胞是一個一直不斷就是複製下去的細胞，那再來就是血液科就有這個骨髓移植，它其實就是造血幹細胞的移植，所以這個領域是相對最接近的，這是第一點。那第二個就是說，在醫療上來講，就是血液腫瘤科就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那所以對我來講，我會覺得那它的就是你說投入的這個值得性，就會比較值得我就是深入去繼續研究下去。你等於講，其實更加對癌症的一個治療來講吧，其實吧有幾多的我的唔知的方法啦，還有很多我們未知的方法，或者說甚至還有很多的空間，還有可能會開發出各種不同治療的方式，去面對這個我們算是100年的老病，對不對？但是其實更加對癌症來講的話，其實現在有很多的醫療的方式開始陸陸續續的出來。可是對你這個因為講。
也进步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那你这个看到健康来讲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在这行医的过程里面，对于癌症的治疗方式，其实它的进步其实是真的是每一年都有不同的进步的。是，就是血液肿瘤科的话，像这个老师讲个笑话说，这个血液肿瘤科没有在看课本，因为课本好几年才出一版。可是对我们来讲，好像这个每半年、一年，它有这个新的研究或者新的药物确定有效之后，那就会开始施行试用进台湾到临床。那所以就等于说每半年、每一年，我们就不停的更新这个治疗的方法，或者这个药的这个进展到什么地步，或者有没有来台湾，这个就是甚至是一些商业性的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厘清有没有得用。有没有得进这个药，有没有的，就是健保有没有给付这些种种，那所以这个是更新是比起其他的就是医疗领域来得快很多。观众朋友，看今日节目，我们发现到其实我们的医生有讲个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讲，我们生活地位吼，你这个有叫做食盐啦、食酒贴多的一个习惯。可以挺好挺的啦，因为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的话，其实伊是quite好，但是无乜可以坏处的。但是天天都讲，嗰種有時間，一天可以做檢查，我哋醫生有講哦，做一些檢查都可以是做一些發生問題，發現問題以後都可以做一些去治療。有冇咁像我哋醫生咧，看從分享按到安子菜故事，主持人安子 C， 大家安子 C， 休息一下喎，都聽下你線上來強化運動。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傾讚，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